伫主的名，欢迎所有属他的百姓，拢会当伫这个圣殿有份伫上帝国的宴下。欢迎每一位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侍奉耶稣基督的名。今仔日我甲咱三个弟兄遮，因为咱要准备守圣餐，你也伫这个遮看到点火，咱邀请伫教会内面每一个团契、每一个家庭，拢会当有份伫这个礼拜的就份子，讲做这个礼拜的就份子，真多谢。点起，这是大降节的会，大降节。大降节、大降节就是讲等待耶稣、等待弥赛亚来到我们当中。弥赛亚就是救主，弥赛亚就是上帝应允要来赦免你的罪，救咱，互咱会当归属伫上帝的国。弥赛亚来到希望能够借由弥赛亚的救赎，让我们真的能够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。咱来进入 ，OK， 呀。顶礼拜前我有讲到用到迄个以赛亚25章第6节，这个遮伫咧讲到上帝国的邀请，上帝的邀请是迄个宴下天顶的宴下是备办予万国万邦万民的。你讲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为天下万国预备宴席，你为伫遮我要互咱来想一项。上帝是属伫以色列人的上帝，还是万邦万国的上帝？注意这项代志。今仔日我想我要处理这样事。搁伫阿摩斯这个遮也搁伫咧讲，耶和华讲以色列人啊，我减毋是看恁伫哪亲像果实以色列人啊，我减毋是看恁亲像古实人嘛，我减毋是带以色列出埃及，带非利士人出加菲托，带阿兰人出革命嘛。这个才用的字真趣味，讲以色列人啊，我减毋是看恁亲像古实人嘛。你知古实人是啥物款的人？白人、黑人、黄种的人、红种的人，黑人 ，OK。古早是一个大帝国，伊是我伫英国教会牧会时，阮送一寡的物件去到乌干达，因为货柜真多，乌干达的首都用了后，就送去南苏丹难民营 ，OK。迄个古实就是。迄个苏丹人，佮加上即马一寡伊索比亚，这个国家我差不多拢有去，所以圣经伫咧讲以色列人啊，我看恁敢毋是亲像古实人嘛？安尼请问是以色列人伫迄个年代较强大，还是古实人较强大？那照安尼？古实较强大对无？你厝内若有两个囝，你对迄个背去的唔听话、不听话的那个孩子说：“你这个戆囝，我敢毋是看你亲像恁大兄吗？”安尼是倒一个较，互人感觉讲是较得听、较得人听，大兄较得人听，是即个无乖的一个 ，OK。然后伫这个遮会记得一项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它已经显示了以色列人是上帝所钟爱的民族，没有错。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，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，没有错。但是这个家甲咱讲，上帝的先知，上所有世间人的阿摩斯先知伫咧讲，以色列人啊，上帝看恁敢无亲像古实人吗？上帝带以色列出来及，敢无完啊带迄个非利士人出加菲托，带阿兰人出革命吗？这伫咧讲到
上帝也阁是万国万邦的百姓。上帝伫暗中，伫每一个民族的历史的中间，拢做因的上帝的伫咧引带保守因，只是讲咱唔知影哪定 ，OK， 然后，遮以赛亚先知有言预言，才来讲一句话，咱斗阵来读迄个以赛亚书7章14节。咱斗阵来读，我想因为即个才有一寡包括迄个伊伫即个遮，伊拢袂晓听咱的话。我们用华语来读这个好唔好？以赛亚书7章14节，预备来。因此，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预兆，看哪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OK， 以马内利讲遮要有一个囡仔，要来想说世间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，所生的囝，你要把它取名叫以马内利。讲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与你、与我、与我们都同在。即摆问题是，请问，这个我们是什么人啊？这个得要来，这个弥赛亚，上帝想出一个婴仔要互这世间的，这个婴仔后来变做拯救以色列的，拯救即摆这个讲是上帝与我们同在，这个我们大家人的解说就无相像了。OK， 以色列人讲，这个我们敢若阮以色列，敢若阮以色列才是被拣选的百姓。所以其他的人拢无分，即摆中东的战争拢甲即个有关系，因为以色列讲，敢若阮才是上帝的选民。即摆若确实即个是对，你我咱拢无分，你我咱甲即个上帝拢无分。若确实即个选民的意思若是对，那安尼其他中东遐其他的国家拢该死。即摆问题是，即个我们是啥人啊？感谢主，因为耶稣来，咱毋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咱无亚伯拉罕的血统，但是咱今仔日你我咱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，只是通过即个弥赛亚来了，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通过耶稣基督的名，通过你我咱信耶稣、接受耶稣做咱的救主，然后认子耶稣。做咱的救主，然后伊用伊的保惠税，你我的罪到清去，互咱这有罪的人有机会当徛伫圣洁的上帝面前。哈利路亚！咱今仔日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就是因为在耶稣基督在这个弥赛亚身上，我们得到了这个救赎。所以，这个已经对选民的意思。转化到这个上帝是普世，是为着万国万民的。上帝的救恩，上帝的爱，它是普及的，万国万民，你我都有份。哈利路亚！这是今仔日咱会当受邀请伫这个所在，这是通欢喜的代志。咱12月22，咱要庆祝圣诞节。这个才咧讲到圣诞的时，天使安尼伫咧讲，遐天使。对因讲，免惊，看，因为我互恁一个大的消息，是关系啥的？万民的。所以，这个上帝所想说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，伊是要互万国万民的。为着安尼，你我咱今仔日真大胆伫遮咧见证讲，感谢主。虽然你我咱毋是犹太人，但是咱有份伫上帝的救恩的内面。想煞伫即个遮吼，我来讲者，我来想煞提起，好无？我想煞提起。咱有侪长老执事伫即个遮咧聚会，徛伫台顶。我即摆咧解说迄个我们，咱台湾话吼，甲其他的，甲英语、甲华语拢无相像。英语，我们的英语 ，we as us，
中文我们就是我们，但是台湾话吼，分要继续有，我们 OK， 这是我们的家，请问迄个我们的家。OK， 注意哦，这个牵涉到，这牵涉到你徛伫台顶，你伫咧带众人伫咧做礼拜时，咱伫咧向上帝祷告，上帝啊，我们都是罪人。因为我常常去教会做礼拜啊，我常常拢听到台顶的人咧讲啊，我感觉我也有责任来调整这个物件。上帝啊，咱拢是罪人。而且台湾话甲其他的语言佫有进步，咱伫这个叫我们，咱佫分做阮甲咱。OK， 你去分别这项，这是阮兜，这是咱兜，这是阮兜。是咧，我咧甲我这个朋友介绍讲，这是阮兜。请问，既然是阮兜，你有锁匙啊无？你无锁匙 ，OK？ 但是恁若恁个后生去带一个新的新妇，第一摆转来到这个厝，然后你甲伊讲啊，新妇啊，这是咱兜。若是咱兜，伊有权利有锁匙无？伊也有锁匙，因为这是咱共同的。若讲这是阮，就没有包括所有听到的人，你都没有份。听到的人，就咧讲到阮所有听到的人是排外的 ，OK？ 所以若安尼，当来讲咱有罪，伫咧面对上帝的时，敢若讲一项，上帝啊，阮拢是罪人，伫咧上帝没有包括在内，安尼清楚无？若讲上帝啊，阮拢是罪人，安尼上帝嘛，咱拢是罪人，上帝有包括我，上帝原来是罪人，安尼知无？才犯着两项，一个是上帝，毋是人。第二，上帝无犯罪，所以伫遮爱分落开哦。阮甲咱 ，OK， 阮伫咧祈祷敢若一项，敢若讲阮尔 ，OK， 咧祈祷的时，因为咱有一个对象是上帝，所以咧祈祷的时，上帝排外，阮祈祷的中间袂使用咱。OK， 清楚啦吼。祈祷的中间，你甲我咱的祈祷的时，爱用倒一字？阮。咧祈祷的时拢讲阮，干那祈祷的时，干那独干那是阮，因为咱即句咧讲话，咧祈祷的对象是上帝，咱是牧师、长老、执事，带众人伫咧向上帝讲话，所以是咧讲互上帝听。所以上帝无包含伫咱即群的内面。上帝啊，阮用谦卑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。上帝啊，阮今仔日实在是用欢喜，阮实在是用欢喜的心要来敬拜，阮要安静来听你的话。阮拢是伫咧祈祷的时，拢敢若一个，敢若什么啊？阮尔 ，OK 啊，即个耶稣。毋是要互阮的，耶稣是要互所有听到的人拢有份，这个叫做要互万民的好消息。安尼就啊，互听到的人拢有份，这个是啥？咱 ，OK， 把这个记了哦。所以今仔日拄啊要进入伫这个圣餐，我要引带大家
慢慢啊拍破迄个选民的意识。若无，咱会怎变做一个自高自义新的法利赛人？犹太人讲，干啊，独独阮是选民，阮。当你讲到阮的时，有包括其他的民族无？排他 ，OK？ 那安尼，你甲我今仔日咱遮伫台湾做基督徒，伫加拿大做基督徒，因绝对不承认你是上帝的子民，因为只有因才是选民，是上帝伫因的中间代笔的约，亚伯拉罕的约，耶稣基督的约，伫遮的约的中间，因是选民的系统，你我咱拢无分。但是咱讲即个婴仔是上属互咱的，咱用共插入来。伫耶稣基督的名，耶稣讲我 OK， 所以等下咱我会慢慢啊，搁带咱进入伫即个诶，然后伫即个遮伫咧讲着耶稣基督伊家己讲，我是好的牧者，好的牧者为着羊放杀性命 ，OK， 然后我是好的牧者，耶稣是好牧者，啥人的好牧者？结果来啦。耶稣这个好牧者是属伫啥人有分，然后伊讲我是好牧者，好牧者佫为着羊放杀性命。OK， 那安尼这个耶稣伊为着羊放杀性命，迄个牺牲的代价，啥人才得得着？啥人？耶稣伫这个遮佫咧讲着，我另外有羊，我另外有羊是伫迄个调外，牧者有羊伫调内，迄是伊逐日爱责任爱去顾。但耶稣伫即个才佫咧讲，我另外佫有羊是伫调外，无伫即个厝内。遐调外的羊，有可能伫旷野，有可能伫离开，互家庭隔离，互家庭无欢喜，怎走出来遐？还是讲伫咱的亲族的中间，有人都早就拢甲咱即个亲族，甚至有一寡人伊会所做，互咱感觉真shame、真见笑，咱嘛无啥要认伊。耶稣直接咧讲，我另外有羊，是伫遐个调外。因为注意一项，阮兜所赶出来的人，加在有恁有信仰，恁有疼心，恁会去斗关心阮兜赶出来遐个羊啊。然后，遮个性命，互人隔离，互人赶掉的这一些被弃绝的羊，还有人去照顾他，你感觉安尼是好啊歹？安尼是好啊歹？伫恁兜甲爸母关系无好的囡仔走出来，恁甲伊关系无好，伊也袂听恁的话，恁讲啥伊也袂听，互相拢照顾袂着。囝儿弃绝爸母，爸母弃绝伊的囝，加在遮的爸母有伫教会内面，囝儿所弃绝的，也佫有教会咧甲因顾看伊做宝贝。要讲阿免无？互爸母赶出来，还是家己离家出走遐？加在伊也佫有伫教会内面，上帝派一群另外天使佫固守伊，互伊无怎找落去。感谢，这调内甲调外，对犹太人来讲，咱这是调外，毋通袂记得一项，真侪基督徒甲迄个以色列的选民的意识全刻伫遮有税的基督徒，所以咱换变做选民，然后遐无税的讲是啥？外邦人 ，OK， 真侪基督徒全甲迄个犹太人、迄个选民的意思带伫家己的头壳顶，全掠家己，我已经洗礼啊，我已经有得救的记号啦。然后遐个无洗礼，遐个甲上帝国无分。你位注意哦，迄是教会宣讲的吗？还是牧师的用伊的官兵宣讲的吗？倒转来伫圣经的内面，耶稣伫咧讲遮。我对2礼拜前开始甲咱斗阵的时，就点仔伫咧讲着耶稣的上帝国迄个宴席的邀请，迄个尊贵的早前头一杯拢是尊贵的。然后我讲着，有当时啊，咱的祖先嘛，规那代情着信主啊，迄尊贵的受邀请入来，但是1代信、2代兴、3代
无无平，世代你叫我无用。啊，怎安尼？咱迄尊贵的家庭的子孙已经发达出来，因怎离开信仰？什么人入来？耶稣讲：去啊！规街头巷尾，甲遐青面的、摆卡的、散车的，都拢甲因请来，互上帝国会当坐满，就恩典伫遮，恩典伫遮。你我咱的祖先，你我咱今仔日入来，可能是毋是啥物比人较好，乃是因为上帝国的恩典，上帝国的疼，互咱有机会入来。但伫即个遮，伫咧讲咧，也阁有调外的羊，所以。这是为什么基督徒伫教会内面，咱来注意一寡调外的羊伫遮，不要当着我们自己做尽了上帝国的宴席之后，我们就排除别人。当我们进到这个恩典的宴席里面之后，我们要转身赶快去倒去做萝卜，然后去邀请遐街头巷尾，因为上帝也去看重。耶稣基督来做上帝的羊羔，除去世间人的罪，所以毋是干那除去基督徒的罪。耶稣是属于世间人的，你我咱拢有份，也阁有一寡调外的羊。耶稣有替因死无？耶稣的死，耶稣的报废有较热看遐人无？有啊，有啊。所以，伫即个遮，今日我是甲大家咧，唤起大家人注意这项事。OK， 当耶稣伫遐伫咧传福音的时，然后一寡细囝要来就群你，耶稣的学生排除这些细汉囡仔，耶稣的门徒排除这一些小朋友。各位，在各个民族里面，所有的民族几乎都排除。轻视这一些小朋友，细囡仔人有影无嘴，什么边仔去啊？但是会记得耶稣定定去邀请那一些被排除、被排挤在边陲的人，耶稣把他邀请到了世界的舞台。所以囡仔人，耶稣佫讲，那恁若要入上帝国，都要大声回转 return。回转亲像一个小朋友，因为小朋友真单纯，小朋友你真来讲到什么惊惶不安，就喊爸爸喊妈妈。咱今仔日咱逐个人，咱拢真欠缺去呼叫天顶的上帝，天父啊天父啊，我需要你，天父啊呀！咱已经拢家己走家己的路去啦。OK， 当咱今仔要收圣餐，请问小朋友会当收圣餐啊无？小朋友也当收圣餐无？我要讲，咱长老教会，咱爱认罪。咱长老教会到即个为止，咱的收圣餐拢敢若大人才有份。请问加拿大长老教会小朋友会当收圣餐无？会，小朋友会当收圣餐哦，但是有一个原则。我唔知下骹是毋是有小朋友，等下收圣餐，我嘛会当邀请小朋友起来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因为这个是基督的血，这是基督的饼，这是基督的身躯，对无？咱惊了小朋友有人当啊热，当啊，然后糟蹋基督的身躯甲伊的血。OK， 惊了小朋友无规矩糟蹋，那安尼就唔好。那确实你会当爸爸妈妈，还是主日学老师，会当为着听，会当为着培养，你会当请你的厝内的囝儿，请你小朋友，伫爸爸妈妈的陪伴，甲主日学老师的陪伴之下，在旁边，然后你会当慢慢教导他。很敬虔的来领耶稣的身体，来喝耶稣的宝血，安尼清楚无？所以是会使哦。
但是因为咱爸爸妈妈，咱咱无第一这样代志，教会嘛无做这个邀请，所以咱的囡仔怎样拢排除伫上帝国的宴下内面。伫咱的Book of Form内面，伫长老教会Book of Form内面，小朋友是会当受圣餐。所以这项我伫这个遮，我咱知影这是哦，呀，来，再来讲到罪人，人他妈咧控诉耶稣。恁的先生耶稣是安怎跟罪人一起用餐啊？耶稣不是神圣吗？那么高尚的耶稣怎么可以跟罪人在一起呢？因为法利赛人，因为做当时宗教的领袖者，绝对跟这世间这无清气的人隔离。但是问题是，谁是干净的，谁是不干净的，谁说的算？谁说的算 ？OK， 人伫咧因家己的立场点来讲，别人无清气，就用石头钉我过去。但是当因看到耶稣竟然跟罪人一起坐下来，也吃也喝，他们很惊讶。因就问耶稣，因就问遐学生，耶稣听见就讲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就用得着。OK， 所以什么人需要这个耶稣？家己感觉有破病的，家己感觉我的性命有欠点的。家己感觉我需要，只有软弱软弱的人，他会需要渴慕上帝的爱跟救赎。只要你有迄个心灵的渴慕甲期待，耶稣就欢喜做你的救主。OK， 耶稣讲：我来不是要招义人，我来是要招罪人。所以你是罪人吗 ？OK。对圣经来讲，罪就是不够圣洁、不够完整、不够完美。不够完美的人，我们都很承认，一下子就承认上帝啊，我不够圣洁，我是有罪的人。上帝啊，我什么时候该说的话我没有说，该做的事我没有做，我得罪了你。该做的我没有做。有时候不该做的我去做了，上帝啊，我得罪了你。咱咧讲罪人，家己称罪罪人是对这来开始。但耶稣伫咧讲，我来就是要做这一群人的救主。感谢主。所以伫教会内面，咱大家人，咱咧学谦虚。谦虚是基督徒应该要有的德性。咱种自觉，真紧就自觉，家己的软弱软弱，所以莫伫别人的面，莫伫人的面前，家己安怎样讲家己的偌好，喏，因为咱拢软弱软弱。OK， 好，当伫这个背景了后，我即要来报咱知影，加拿大长老教会伫咧举行圣餐的时，有6句邀请的话，有6句邀请的话。逐摆牧师拢敢会念一句。加拿大的牧师伫咧主持圣餐有6句邀请的话会选择，但是台湾敢若一句尔，100多年来敢若一句尔。你来看讲台湾较用倒一较用伫倒一句，安尼好无？因为任何一句话邀请背后都有一个意涵伫遐。我那显明，今仔日这个圣餐，伊的跨度偌宽，还是伊的门偌矮？来，咱来看，这个这是加拿大长老教会收圣餐的时，牧师伫咧邀请文的 invitation， 伫用的第一句话讲，这是上帝子民欢喜的宴席，上帝子民欢喜的宴席，对东西南北有人来。伫上帝的国际岛 ，OK， 咱前几礼拜咱拢直咧讲着上帝国的宴席 ，OK， 这就是上帝国的宴席。路加福音讲，
到坐道的时，耶稣摕饼祝谢，擘开地互因。即摆问题，即个因佫是啥物人？啊，这都会当解说啊。因的目睭开就明亮，就认出伊来。这是主所备办的道。咱的救主邀请讲，见若信靠伊的人，三甲有份来分享所备办的圣餐。见若信靠伊的人，咱的救主邀请，由于这毋是教会的邀请，这毋是王牧师的邀请，这是咱的救主耶稣对世间人的邀请。讲见若信靠伊的人，一起来分享他所预备的圣餐。所以恁就来吃主的滋味，就知伊是好。恁来吃，咱若咧买物件的时候，会当试食，啊，逐个人拢去趁迄个机会去试食，啊，就对头到尾也无买，啊，食到腹肚饱呢。所以试食的意思是，试滋味的意思是，你拢毋免啥物条件，你若有迄个渴慕的心，请你就来。有当所以你感觉这个邀请是快的还是会 ？OK 哦。只要你若心无欢喜信靠的人，你拢受邀请来分伫这个圣餐。这是主耶稣的圣餐，这是上帝国的宴席，互人预尝 （pre-taste）。来，第二句邀请的话安尼讲，奉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邀请所有成功堂的教会正会员有份伫即个圣餐的道，这是主的道，上帝与百姓的拢有权当三甲分享，受洗礼成做教会的会员，拢欢迎来到主为着众人所备办的道。请问这个这句一个修这个圣餐，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？只有洗礼。正会员，什么是正会员？你有资格通好伫教会选举甲互人选的，才是正会员。OK， 请问这句你有识啊无？这句咱足识，100万年来台湾基督教咧教会拢用这句尔，安尼有清楚无？所以100万年来台湾基督教咧教会咱拢干啊？你属伫，你是有洗礼的成年会员，特别我交代，有洗礼成年的会员，你受邀请入来伫这个主的道 ，OK？ 来第3，耶稣讲，我就是性命的美牛，到我遮来的的确袂枵，信我的的确袂喙焦，因为咱三甲领受一个饼。咱虽然是真多的肢体，总是咱也搁共一个饼，共一个身躯，因为咱拢三甲领一个身躯，咱这个我们是咱的阮，听到的人拢有份，咱 OK 哦，听到的拢有份，啊那阮。就排他性后，听到拢无分。这是阮兜，这是阮的房间。你敢有锁匙？你袂使有锁匙。OK， 这都排他性啊！大家人拢听到，总是干那阮翁仔某才有锁匙尔。OK， 阮甲咱伫即个遮，一个是排他的，一个是包含的。OK， 所以伫即个遮咧讲，所以恁或是遮，无论做啥物，拢要为着荣耀上帝来做。所以咱有真侪时阵，咱若是为着要荣耀上帝，你甲我咱会当受邀请，为着要荣耀上帝甲伊的百姓。OK， 第4句，耶稣讲：今仔如果陪当会当到我遮来，我要互恁得着安息。我心内温柔谦卑，恁着担我的担，背学我的款式。恁安尼心内就要得到安息。见若劳苦背当的拢来，安尼即个有看无看？
这有啥物条件啊无？伊的条件是啥？你若感觉你劳苦背重担，你咧找找一个心灵的安息，耶稣要赏赐你平安，你拢会当受邀请。要讲阿门无 ？OK， 来，你若是教会的牧师，你会爱用第二，还是爱用第四？倒一种较有权柄。这个较有权柄，敢若会员才会当来，还是这个较有权柄，劳苦背重重的拢会当来。这咧讲，咱若欢喜，心无迄个共一体，属于同一个肢体。虽然我们各不相同，肢体各不相同，但是你羡慕一个属于共同体的一个身体的，邀请你一起来，因为我们的相聚是为了荣耀上帝。让上帝的国，因为你，因为我，因为我们彼此相爱，然后上帝的能够享受他的尊荣。OK， 我想这每一句拢有伊背后的意涵伫遐。第五，所听的，主所听的，是主所听的，你我咱拢是主所听的，毋茫拢是，咱受带来到主的道。就明白，既然带着信心甲悔改认罪的，用腰喙带的心来追求基督的人，拢会当同心来收这个圣餐种种的好处。既然愿意专心信靠基督，较无伫基督内面有新生命，较无伫基督内面会当有新生命的，而且伫圣灵的温数会当慢慢互家己的信仰人生会当趋向较成熟的，你们都受邀请，也被鼓励。既然有迄个心志的，要带着信心甲悔改认罪，较无追求真道，互家己会当有一个新生命，佫会当这个新生命日日伫圣心内面来成长的，你拢受邀请嘛，受鼓励入来到有份伫这个圣餐的道。OK， 这是第五句。第六句安尼，这是主的道，来啊，毋是因为你臃肿，乃是因为你软弱；来啊，毋是因为你有啥物好所行，互你会当有份来到，互你有特权来到伫这个圣餐道前，乃是因为你需要主的怜悯甲帮助。来啊，因为过去你只有听主一点点啊。但是未来你毋茫会当听主搁较侪，迄是一个进步。来啊，因为主听你，为着你定死伫十字架，主的饼甲葡萄汁是为着你来准备的。耶稣基督的恩惠是听伊记号甲誓约，上帝听甲圣神的相通，只要你用谦卑的心来领受，拢会对你带来大的意义，恁来试。就知上帝是好，这是六句。伫今仔台中的教会牧师若伫咧传圣餐的时，伊拢会选一句来。咱较侪听到牧师拢差不多选第几句较侪，差拢第二句嘛吼。所以今仔日我会甲跳开哦，今仔日我会跳开。今仔日我望。咱会去试另外一种的邀请，我知影讲，实在是上帝听咱。今仔日是大当节的第一主日，咱伫咧等待这个救主耶稣弥赛亚来，上帝为着咱备办，然后有一日会记得咯。咱有两个性命，一个地上的性命，一个天堂的性命，一个肉体的性命，一个灵魂的性命。
肉体伫这世间肉体的生命早晚咱会结束，迄个灵魂的生命，你需要上帝。灵魂的生命，肉体的生命有犯足多，有太多无完全。你要转化变做灵魂的生命，去见上帝的时，你需要耶稣的救恩。这个转化，这个转化。法利赛人常常咧讲，因设真侪规定。因为伫法利赛人的目睭中吼，耶稣有资格受圣餐无？伫法利赛人的目睭中，耶稣无资格受圣餐，因为因判耶稣是亵渎上帝的，所以伊甲耶稣掠去顶去，是毋是过顶？啊，会记得今仔咱伫遮，咱甲即个审判人的权交互上帝，只有上帝会当审判人，你我。咱拢是罪人，咱需要上帝的救恩，咱需要这个比赛来，咱三角来祈祷。愿主的神陪伴阮，阮存着谦卑较无的心来领受。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帮衬甲引带。愿你今仔日为着阮陪伴的，阮用较无的心。因为阮望阮的生命伫基督内面会当换做新，日日进步，长成在基督里一个成熟基督徒的好模样，让人借着我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上帝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